后来继续来看台湾的海军有一支水下作业的大队，因平常时是负责着水底的装备修检、水底拯救甲救灾的任务等等，是台湾上界厉害的唱水部队之一。不过，伫这支完全以男性为主的部队出现一个女性，而且已经通过全长班的训练，将做合格队员。伊的兄哥嘛是这个大队的官兵哦。伊讲当时就要从事这个工课的时阵，就是伊的兄哥甲经体、甲口水，所变做一个鼓舞的力量，互伊达成梦想。汤北摕结婚的相片，这是一支海军水下作业大队，内面有一个人穿游泳衫。任职这个查某囡仔通过严酷的训练，是海军最近几年来头一位通过水下专长的女性的官兵。替顶金龙徽章毋是别人，是伫水下作业大队的亲阿兄。想起了因阿兄当初嘛无看好，搁回一个白戒，这是因为这款的鼓励，伊总是完成真侪查甫人拢做袂到的代志。水下作业大队号称是军舰的外科医生，头盔14公斤，这个装备有35公斤重。这项真危险的水下作业任务，袂使失角产。训练的确是非常的艰难，而且富有挑战性。合格的潜水人员大概的养成要3年到5年之间。逐工跳水是基本的训练，伫日头骹霸行健身，还搁伫个水镜内面滴水，无多喘气嘛会冷静。内心就是不软弱的话，你的肉体就绝对不会软弱。2013年，海军女官兵刘品杰，因为是食真苦楚，变成头一位通过考验的女军官。虽然两个人的专长项目无相同，不过伫体能、技术拢真要紧的水下作业大队，因的勇气甲精神，拢赢过所有的人。